晨，早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睇咗未㗎？未咁仲走嚟做咩啊？睇咯。有邊個睇咗有睇過㗎？一個兩個，都有幾個，唔緊要㗎，跟住落嚟就會有好多人睇過第二次嘅。咁好感謝大家今日到嚟支持我哋嘅電影《屬夢》。我係張家輝。多謝大家咁早嚟睇戲啊！我係劉俊謙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係朱晨麗。大家好，我係 Brian， 多謝大家買飛睇。好啊，我哋爭取時間啦，不如我哋發問啲問題同大家傾下偈，咁又可以溝通下咁樣，大家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團隊今日好有心咧，其實佢帶咗《屬夢》嘅限量版透明 postcard 過嚟啦。只要你哋發問或者答佢哋問題咧，都可以獲得一套 postcard 嘅。好，咁我嗌就準備舉晒老婆，準備1、2、3。嗰個小姐最快，因為我已經嗰個視線係 open 晒咁樣。係快你點一定要啱嘅，我都見到。